財主本來喺世上咧係享福嘅，死後一無所有並且受苦。本來咧即係喺地上貧窮嘅，就反而得到天上，當然係上帝啦嘅看顧，係啦，上天看顧，你可以咁講話，去到亞伯拉罕嘅懷裏邊。聖經唔係教導當我哋今生今世享福，例如就係有金錢啦，有子孫啦，係啦，有地啦，佢哋都信上帝啦。其實呢個係上帝嘅祝福咩？舊約聖經約伯記啊嗰度咁講啊，上帝讓撒旦啦，因為要試驗約伯啊，攞走晒佢一切所有嘅嘢嚟到試下約伯嘅信心。但係最後上帝都係將加倍嘅嘢咧嚟到俾翻約伯。耶穌點解要將呢個財主身上帶出呢份嘅身份逆轉嘅信息呢？係咪我哋今日有錢啊就驚定先呢？情願冇錢呢？當人生前嘅時候好好嘅，當死咗之後呢，落到好似個地獄嘅地方。當人生前俾人睇呢係冇用，好似係一個廢人一樣。點解死後竟然會喺亞伯拉罕嘅懷裏邊呢？呢個身份嘅逆轉呢，唔係上帝搞錯，上帝冇搞錯，搞錯嘅係財主。佢有上帝嘅律法，有先知嘅教導，但佢冇好好咁遵守上帝嘅誡命，嚟到呢喺佢有餘嘅當中呢嚟到看顧呢有需要嘅人。你可以話呢，佢有上帝律法、先知嘅教導，不過呢佢冇做，就好似呢冇上帝律法、冇先知嘅教導一樣。而財主喺世上呢係有錢，不過呢其實唔等於呢，其實因為佢愛上帝，佢遵行上帝嘅律法，以致上帝賜福俾佢，祝福俾佢。財主好可能呢，只係因為自己嘅聰明智慧、揾錢嘅能力，冇錯，佢可以使到自己有呢一個嘅世上嘅財富，而佢因為亦都冇遵行律法，佢冇一個愛上帝嘅心。佢點解冇愛上帝嘅心啊？因為睇唔到係一個愛人嘅心。點解佢冇一個愛人嘅心啊？因為佢冇遵行律法，以致財主真係好可能愛嘅就係愛佢嘅自己。係啦，佢知道律法，而佢唔行律法，亦即係咧上帝律法咧唔喺佢嘅生命裏邊。作為上帝嘅子民，我哋都好似咧，即係唔係淨係話同上帝有關係，相信上帝就得，仲係咧有行為嚟到咧去表達我哋真係去相信上帝。